大家早安哈，各位伙伴辛苦了哈。那今天呢，我们要做的是那个峨眉后里红线哈，停电艾草工作哈。等一下呢，在工作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安全哈。我首先把今天的工作来分配一下哈。那刚刚测得的气温是30.5度啊，那个风速是每秒1.5公尺啊，很适合工作哈。大家在今天的工作上呢，安全特别注意一下。也係峨眉后里3號係射飛啦啊，也射飛呢就旱天的時間呢，東北季風來哈，就是海面帶來養分哈，會卡到也飛檔哈，也飛檔啊冇射天呢，伊個養分重啊，流天就較大，流天大嘅時間，伊個飛放咧，啊就鬆點啲咧，哦，所以建議做係也射飛嘅動作。射飛嘅動作呢，我哋也挺重要嘅呢，就係碰풀。碰풀呢，一般呢，我也送出來的水呢，保持15公斤以上，這樣飛讓射強，挺重要嘅呢，我也都建議係天田呢，天田就係掛接地，冇掛接地呢，因為一下隔壁拍線要送田，送田嘅時間要有感應電壓，感應電壓落嘅時間呢。因為安尼人天咧擋唔起，人就可能就安尼會受傷到，也係再見佢說我哋動作一定係先同兩邊變電所聯絡好，天田好，那其他嘅一般主任嘅許可，我哋就可以開始嚟驗田睇接地咧就做得落去操作，大部分過程係安尼。登高作业有坠落之危险，需系好安全带及辅助绳，您再按好。好，慢慢来确实看看螺丝各部螺丝有没有松掉清楚脚底污泥。好，慢慢来我24歲入公司，嗰陣時入公司喺嗰度老闆裝喺老一批嘅嗰陣時做嘅時候較差啊，什麼乜個事都做啦，站數劈數嘅線路改建嗰度，全部自己做冇包裝，所以冇乜個北風落雨。那個真是北風落雨，我哋真愛出門，好天好時變到我哋較冇事。北風落雨那又多呢又快啲啦，又會冇我哋都全部去做。呢個好天好時較長條嘅，嗰個有個竹筍機對喎，愛處理嗰條竹嗰條，當到先好做。嗰陣時實在動辛苦，做到上做到下晝就4、5點，半夜人起碼都乜個事情有沒有去做？注意前電器的銜接會不會脫落不要脫落87年以後，人家就真開始做，現在冇要條線路了。按過線路，現在全部都樹墩風啦，都較矮咩，都唔是爬過，也都後尾都較高嘅。講迄個接爬時間就唔會啦。你講叫爬牌，你自己保護嘅防護措施做好來就不會怕人。供電線路嘅人員呢，走考入來呢，去訓練所訓練半年基本教育、基礎教育完成以後，過來到也現場，用愛都自測嘅，來訓練機，差唔多呢，也是半年。但是一般嘅來講，都做得獨立作戰啦。好，準備傳送接地線給你們了那個注意一下通繩有沒有扭結今天要爬鐵台，一定要確認是停電或是有電的狀態。有天冇天自己要地，唔好講上都北上去。停天你聯絡好講確定停天，走上去。冇天呢工作方法。冇有天唔上去，你都冇話天線得橋。
啊，某天的时间，如果同当哥联络同班长联络讲好说讲今日停天，做嘛事也要有他的保护措施，安尼啊。做安尼事做唔得一世人做。公司规定做唔得托班啊，做唔得讲脱离你做事就个啦。我做得那个多人做事，做得互相照顾啊。今日讲你讲一时讲疏忽。因为俺哋天天请到无可能两面向下停啊，一边晴天，一边做晴到雨松天。今日迄讲一三年做些的，感觉讲一向往神，爬到有天那边去，那个就会发生危险。迄讲两三年向下做些时间，做得互相照应。注意当有天了你总得爬那边去所以说我们公司特别规定讲，做唔得拖班啦，总共做些先都要有一个三个4个，有一个代班的。一定要这样注意着。那个还不要放了，电量还没有到定位。依然你要挡住哦。辛苦了。好，今天那个峨眉后里红线3号爱子挺爽大家辛苦但是今天天气还不错。那刚刚在操作过程中呢大家有没有发现什么缺点要提出来改进的？没有，没有那今天辛苦大家了平安，好，谢谢大家。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係杜水神，分享收看今邊嘅暗鄉風化。相信呢，大家睇我看到嘅影片以後都係講，今邊有請到嘅人係非常辛苦嘅台天嘅工作人員當中2位當見到嘅大哥來到現場首先來介紹第一介紹係傅金貴副大哥，副大哥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另外第二介紹嘅係嘅陳慶碩。陳大哥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兩位大哥從因為台天都嘅下弄有超過30年了嘛我係70年就入公司啦70年，下來算算要有34年了。34年了陳大哥呢？我64年就入嚟。所以要有40年。馬呢？你差唔多可以退休嘅差唔多嘅。個人都退休嘅。個人都退休你其實也幾十年來為台灣嘅民眾嘅強天來講實在係貢獻當道啦嗱，佢請我兩位樣板 ND 嘅台天公司要當道嘅業務單位業務單位按到樣板愛來選設嘅當初來選設嘅強天嘅單位。頭擺就嘅人哋嘅諮詢辦法睇咪，就。看報紙講，天地公司有招考，但是見看唔掂那個項目上適合人就看那就一個知道咁樣嘅，要較有把握嘅考到咁啊，就叫落去。該當時喺香港要穩定嘅工作都好啦，陳大哥認為呢？該當時有冇？該當時推動都係啦，一咁樣啦，報紙上定講天地公司要考試啊。又讀到合乎到人嘅學歷啦，就去考啦。人讀到考到，乜唔知講做乜嘅事，因為想啲莫名其妙考到而都去上班嘅冇想到一做都係30-40年。係啊，該當時嘅人攏還蠻足啦有乜該事都做啦，較唔會拖啦。頭擺嗰種環境唔係講拖唔拖啦，如果天地公司啦，一個那個公司就講幾個有吸引人嘅地方嘛。因為我細漢嘅時間我考冇天賦，我一直到13歲，我可能有天賦。嗰時候講到天地公司，我係當向往嘅地方家下也冇嘛，家也冇鐵塔嘅啦，也冇天壇，就係那個一般嘅樹墩嘅啦佢看起來都矮嘅，我記得頭擺我嘅老闆長帶我去順個天花線個天花線就差唔多5米高樣嘅。其實呢唔是用樓梯嘛，其實呢做看到黐嘅就停住呢學噶。用個點樣搞？黐啦，個樹頭個種嘅啦，太樹墩啦。家嘅天花板冇見太嘅，個直徑就差唔多15公分左右嘅。就像人家啲運動嘅爬杆較太起來。該差唔多到耐久嘅時間，將有鐵塔嘅
情形？就差不多都70年以後，或80年家下就講台灣嘅工業家下開始有需求嘅量進來進大啊，嗰時候就一切都競爭加上來啊。像下攏地吼，中油公司啦吼，韓國有鐵路局一樣嘅單位吼，當到嘅行業嘅肢體、客家肢體才該去上班。啊，台鐵公司嘛當到，係唔係認為講，客家人嘅特色無強樣，係或者係講，都大家愛學嘅技術嘅方面，較重視。常太公認為咧，迄個客家人講下了就較辛苦啊。係。66歲就做，66歲就做啦，唔好去先嘛個投入啦。哦。因為講細公司、鐵路公司、鐵路局嗰度，就較穩定嘅。一般客家人就想講，穩定嘅工作就迄個全部都講究按講求穩定啊。穩定。係啦，就安尼就好啲呢。確實有樣哦。該當時會講，因為吼，我哋想講，而家強嘅單位吼，台鐵也好啦，或者係講中油公司台鐵也好啊吼，攏係行業呢，個地位比例當高啊。係咪講大家工作嘅時間會特別有親密嘅情形？一種問題吼，是講當時啊。鄉下攏講客，係，伊咧鄉下講客啦，嗬。嗰當時人家咧交通啊，但怕講家下嘅交通係冇咁方便咩？就講較有安尼個區域性嘅嗰種安尼個分配啦。嗰時候針對人家北部咧，就講行業較多，嗬。啊，佢像個中油總公司、台電總公司，佢啊就全部都設置喺北部嘛。嗰時候就講喺北部嘅接觸到嘅資訊較強嘛。嗰時候一般來講，就講一等於就粗線行嘅先去考嘅啊。伊嗰樣是南部吼，加工機啊就較多嘛，哦。叫手業嘅機會較多。但係都苗栗，你講下頭冇乜個工廠啊，做尋啊那個，最後是公家機關嚟做。50年台家都市都但是好多年嘅，但是在好多年，迄種客家人，但是都在鄉下啦。鄉下生意咧就一工廠啊，就冇做鞋啊，就開始做嗰度農師啊，吼，個安尼訓練官咧。嗰時候來到呀，就單位咧，一般來講啊，全部都重體力咧嘛。啊，頭擺是冇乜咁多重體力，就去買啲就去面股做啊。嗰時候大家就安尼抽人油盤啊，大家都清晨起就大家都鄉下打拼啊。行業吼，鄉下做些時節。非常好，係唔係會較團結？因為鄉下行業佔較多嘅人數啊。大家鄉下嘅客家人哦，交通方面用就較方便啦。嗰陣時講，我起碼講好嘅話，我講下冇人唔好講啊。你一到了行業嘅時間，用就講較錢啦。我做馬來嚟講，連到我做馬嘅學講，係唔做馬嘅，因為談嘅事。冇個好多人講話係聽唔識，喺度行人講話咧，人講咧，用就較前，用較前做嘢就用就較較迅速，較流暢，較好勢。頭擺營業公司家吼，真流行嘅機啦，伊咧就講，人家嚟講棒咩，就來咪。好多人講棒，反正你講嘅都多想法啦。有樣我嘅意思冇咁樣。伊咧講棒，後就來啊，伊咧講棒，反正咧，跟好多人講。棒啊！就係來咧，就係個無強樣反方向啊！嗰個講，伊咧默契上都有問題，伊咧就講，家下要當佢出嚟嘅時間，伊下脾氣就上來，嗰個講做成誤會啊！該當時因為年輕啦，吼，很後生啦，哦啊，而交通過期後，都咪當然冇事啦。當然冇事啊！做咩講？又做咩講？做事都。我就後批嘅來嘅時間，前批都講到說法講，人家嚟交通嘅時間，人去交通啊，嗰個家下要當到嘅路嘅全部都輸講日本教育係咪？啊，佢要當到用日本話，嗬，佢要行較多說法。都得要嘛，嘅說法吼，韓國有兩層，經歷過30-40年嘅台鐵公司嘅工作服務吼，已經知道講，也台鐵樣板嘅強鐵嘅過程係樣板嚟改變嘅。等下呢，休息以後再過來講。我嘅第位人家職業病，接到我哋出版嘅人嘅命令嘅時間，就要出拳啦。一般來講，將一種壓力咧，係無似一隻正一場所嘅，唔止講我哋平常時看到嘻嘻哈哈樣嘅，其實我哋經常接到出版主任嘅電話。
本样都做了安平风法嘅现场，台湾嘅副太哥还有汉友嘅昌太哥哦，两啥讲到同凄迷哦。副太哥讲啊，其实呢，也几十年来，我相信吼，佢也嘅督导吼，佢让人偏帮忙嘅时间来送天啊、供天嘅时间哦，一天督导当中，让佢也有两啥吼，印象非常深刻嘅。凄迷嘅事情哦，副太哥先嚟講一下。哦，佢安尼嘅經驗無多嘛，嘿，佢路前譬如講，哎，今邊有啲熱佛咧，熱個燉佛啦、頭先佛啦，吼，天燉嘅燉係啦，係啦，啊，老師傅都講安尼啦，你係較後生吼，佢安尼沙沙呀。佢安尼本熱吼，啊，嗌你熱嘅較硬嘅，睇到咩當槍嘛。係啊，安尼睇起來係有道理啊。係啦，啊，佢對熱嘅安尼，誒，都本到嘅樣咧，佢會出水沙沙嘅。哦。見熱都見太公都冇較長喎，啊，佢啊就嚟熱嘅唔會病啦，啊，熱都見病見太公熱到出唔同樣。啊，佢都唔一樣辦嘅。佢當然話啦，啊，都見到老師傅熱好了，嚟到都講，唉，你哋後生嘅到底有識班呀冇識班？因為熱到燉佛沙沙本熱啊，熱冇，就真係都似個熱挖苦嘅啦。哦，咁人都多加。人講咧，後生啊，個性也當強啊，唔屬人啊，行咧點樣個熱，行咧熱唔落去，行咧見病。哦，佢背後嘅老師傅都嚇後生人啊，他咪自家想下咧，吼，佢你啊，喺咩拿竹嘅啊，啲嘅隔嚟嘅，都唔係嚟見病了，哦。哦，挖來挖一下，啊都做啦，隔定。係啦，隔定嘢拿到粗嘅，當定嘢都咩，啥都唔會見病。錯啊錯啊，誒，做咩啊？你嗰個飛上去啦，嗬，經驗實在當重要啦。喺磨槍嘢，嗬，真然睇手法。有老師傅佢都條條講嘢，看手法。其實佢係利用個機會來教人。係，當然係有做咩一種講低量嘅方式啦，嗬，嗰個槍嘢呢東西呢，就講人講嘅。經驗錢買唔到啊！誒，有講經驗係靠時間流長累積過來嘅啦，吼。係啊，啊像昌太公呢，帶員工扮演啲順線路啊，叫你個哦，個順山方啊，比如講叫你漢時去摘開啊，我查出來。哦，結果去順線上咯，踢錯路一樣啊，昂順起來。係山路行本來由南向北行。行到中間一期，行嘅時出來倒出來又半邊向北，佢行出來又行回頭路，行本來1號行到2號，2號去3號，佢2號行到又行到1號去，結果到啱嘅就個潛人個潛，跟人哋行嚟嘢，結果等攀岩潛啦，所以變咗個人都嚇到人人都走嚟嘢，做到太甜嘅，哦，甜嘅啊！但係當時做嘅時間。咁會因為也吼有勞動基本法來保障嘅工作時間嘛，佢當時會一日做10幾點鐘喎。因為嗰種環境有冇，我也就會人家職業病啊，總會接到我哋出版嘅人嘅命令嘅時間，就要出拳啊，不管三更半夜，不管那時一樣事，就要出拳，因為天氣嘅事情咧，佢嘅出問題嚟，係講佢係講吃鬆。來嗰種損害力嗬，動態啦，甚至於受體嘅人哋嘅方言嘅幾百工廠內嘅家庭，沒有家庭設備嗰度，係電器用品嗰度，會受體啦，會受體。因為以下順天強嘛，錯冇？係嗰種講嘅就一般來講，將一種壓力咧，係。無其他就正業場所嘅，唔係講我哋平常時看到嘻嘻哈哈樣嘅，其實我哋經常接到出版主任嘅電話，佢出版主任電話來吼，有擺同我同事按部頭啊，叫咩電話打，個出版主任就出接聯絡班長嘛，喺度微博門科長啊，科長咧接到電話時就都話講。叫太太聽醫台講，吼副班長，你係咪按部頭冇打電話了？啊，規家人所以唔能夠講，唔免硬可以打吼，也是沙飛嘅需求，個人家嚟鎮壓起嚟咧，吼冇辦法避免咧。所以一種東西咧，可能冇啲啊鎮壓場所嘅人咧，唔啲，冇辦法感受到啦。因為主講一種東西咧，伊生活嘅時節相當嚴重啊，比如講比較多積音咧。
莫讲责任啦，就讲人家的良心吼，实在一生人吼，开唔起迄种责任啦。故说即啊，就迄高压线路实施呢，盘山高跟海顺平地跨越人的活动嘅台湾呢，各方面的，故说我就一天本身也係像我也做班长嘅人，带量下邊一天也咧感染，而且建立起來，唔係時間性嘅問題，也就同醫生。上一年還看到條新聞，醫生喺確診心臟咁樣，吼，隨時限咧，不管幾多點鐘，唔限喺愛提做到一個安全長途以後，唔單做嚟表態啦。錯，該都係責任感啦，吼。也種講起來係責任感哦，但是事實呢，又咩係我做到一種長途哦，冇嗰種話都講，也天理實施嘅東西，本命唔得。本舒服唔得，伊舒服就造成嘅後果吼，相當大。確實有啊。兩位太哥是本個天道冇，天道動嚴重安尼冇。動嚴重是冇啦，接接啦簡單啦。做些親人多少錢都會啦，唔好講幾間嘅東西哦。有時候你感應天啊，吼，感應電，你乜個接起來就，你順風有限的時間。多少其實會人講啊，就是人講會感應過來。就做些地方就牽到多少錢都未定。聽講個天流較大嘅時間吼，你唔會被貼過去嘅吼，會安尼冇？也種唔係講貼啦，佢電磁場，佢有一天當專業，係啦，要當專業，佢有一天咧，其實天壓幾多嘅種。就出喺度運動場咁嘅，佢激發嘅地方係夾嘅，安全距離嗬，就我比嘅6萬幾嘅安全距離嚟講，像一般嚟講，切都要保持米半以上，但是佢係啲27公分咯，夾天就過來，一般人就講佢吸到，其實唔係27公分係夾電磁場，夾磁場，係夾線嗰啲啊，一27公分左邊，佢都有天壓住嘅。像看過以前哦，有個人拿點吊狗啊，去到炒火柴有冇？啊，佢安尼叫人搞冇想到講，嗰一天才當風，一甩乾，冇聲音都會聽到誒，喺動到啊，個天下個嘣一空洞太空。係，個就會就擊穿咩？擊穿電流直接從架吊狗傳đến人體下來。一般來講吼，喺天內下喺講有一孔嘅吼，係看人嘅生命也冇保障嘅。冇嘅啦，吼。冇辦法。太動嚴重嘅。人家就會心臟呢，即係講嘅，一安培的電流都承受不了。故說一種東西呢，天嘅東西。絕對要用人家的儀器去吃，做唔得用，去測量，做唔得用人體去測量。當然做唔得啦，人家天道嘅時間都，我感覺個心臟都安尼麻鐵嘅個感覺呢。做咩心臟承受不了一安培的電流啊？有樣吼，可是讓大家吼天動偏離吼當好用，不過用嘅時間嘛要注意安全問題啦吼。也用天嘅安全吼，當然啦，也就講時代演變，也用嘅東西嗰種品質啦。一定要有人家的嗰個檢驗合嘅品質，嗰一方面呢，那天氣天時去檢驗嚇，檢查嚇，因為就講初生當道，人家就從頭啲天時上人啊看到就講，嗰樣嘅電器走火，其實嗰種東西就講，伊咧唔使用到品質差，伊咧就講。也個超負荷啊，也一般人家就家庭用嘅東西咩，十分多啊。個呢全部都一來用一台台哦，將冷氣一台台一涼咩。個一台台加個天流都係一重哦。啊，一重嘅時間呢，假使講用到嘅安尼嘅，譬如講，一般冷氣呢，你要用個5.5mm嘅線呢，你用到3.5嘅，個可能就會超過個負載，超過個負載嘅時間呢，可能個線呢就會發燒哦，發燒了塑膠會溶啊，溶起來就變短路嘅。所以講一種東西呢，我卡實時呢，一定要請有合格嘅人員來安裝，個天時天氣嘅檢查，係
拄讲较同学啦，你天地公司做，然后开下后卡的插头，因为我手都有一行啊去，好去做啊，紧要啊，一只插头。用个3孔的鸦片插冰箱，鸦片插电视，鸦片插天花的，鸦片插微波炉，来讲，廿个唔同很远，无火烧屋。咁无一般来讲，迄厂家嚟插吼，一定要烧的啦。特别若讲风采高铁以后啦，太天同高铁以后，台天的人员都非常非常无限。你也夾份廠前一出咩哦？今年唔啲嘅风采落嘅時間，八月份。八月份嘅時間啦，天天哦，當到呼攏天天，嗰當時台天嘅人被罵到安尼。非常以來，自家感想咧。感想安尼啦，我今邊有帶圖片的啦。創業安尼個做農民咧，耕種嘅時間咧，更加啲苗嘅吼。我第一日，傅太公嚟講，對講緊苗嘅。比喻來，因為風采田，來採起個比個。安尼都松天唔得咧，都挑天咧。安尼都挑天咧嘛？安尼都挑天咧吼。個也做個安尼，也人家就清流行嘅。貼皮喎啊！也貼皮喎，也貼皮呢，也拍攝也貼皮。個貼皮。會裁到滿鐵咧。沒有，個配 V 個差唔多比裁8個公尺加到天線檔去哦。啪都上大天咧。佢唔會啪啦，佢一比啊上一刮吼，天就跳起來了。哦。佢也確實有樣係動專業嘅事情。像傅太過佢講嘅意思都係講希望吼，個大家觀眾朋友吼，喺用天嘅時間一定要注意啦。啱啱做唔嚟講，像風采天來。都怪講台天用辦攏無來修理，無來裝修。其實唔係因為我要先查出個線路嘛，錯冇？錯。線路到底係哪一團快鐵？從個快鐵嘅地方來裝修。裝修嘢東西要先拿鐵裝到對嘛？錯冇？嘢種東西咧，像嘢比到一般中間咧，實在要拿吼，假使適當到時間咯。查係多的吼，做較簡單咯。查係多唔得吼，你講個都吼是個2-3通單吼，下擺吼。2年都還冇辦法嚟拿下來。可是咯，到底呢？台天工作人員樣辦嘅辛苦嘅情形，頭啱啱又講，經歷過3-40年嘅時間，乜地講嘅轉變嘅時期係樣辦轉變，另外有乜嘅辛苦嘅事情呢？等下張哥嚟講。講是先都要講啊，你拄到一種唔講土地嘅人，你冇辦法做，就盡量做按原啷佢啊。嗰種嘅一般做同人拗到嘅咁樣。人講唔錯，咪講是。咁樣到咗嚟暗鄉風化嘅現場哦，台灣傅太國同張太國講當到吼，講嘅當到人咧攏唔係講，台天公司也一跳電吼，都要求講台天公司夾來裝修哦，8點鐘無天，11點鐘無天，無飯好食咧，無洗身腳嘛無熱水好洗吼，其實也係前年吼。做唔得怪台天啦，因為台天嘅人員有樣，喺當時佢發生嘅事情，人家就接到消息以後，馬上都會派出去要去搶修係咪？因為啦，一般來講咧，我就運轉人員，就講出版人員咧，佢嘅地位，佢夾嘅阿人喺鄉嘅時節，佢就會夾去夾出版台當看那條線路跳脱，吼，太快嘅夾嘅有嘅你切起嚟，切那個地方，吼，我就接到安尼個。挑嘅通作係嘛嘅，就講接鐵啦，也係講2條中間段路啦，也係你夾個通作，然後就現場人員呢就開始判斷，也太快嘅會點來到發生，個伊咧就講，要分批人員留到啲頭向去，留到啲尾向去，留到出隻到呀事故點嘅個尺度嘅距離嘅那邊來做，咁咪以前段即距離前夾嘅速度。來尋到人嘅事故點，迄唔係做咧繼續做咧來送，也係講停下來搶修咧，也做個判斷。傅太公講嘅吼，我都想過，上頭經驗講8月份嘅當時吼，風采天以後要當到送天
松天较慢的地方啊，听讲吼，个台铁人员去到现场被骂到安尼，甚至吼有人国上去打佢一條。個尤其咧台鐵嘅人都俾人打嘛。常來講唔記得也個事件嘛。對啊，嘿，佢們被打，因為很多人去仗，嘿，最有那精神啊。哦，冇法度啊。實在很嚴重哦。嚴重，真係嚴重。嘿，要唔要講冇？要講過安尼俾人打冇？講是先都要講啊，你拄到一種唔講道理嘅人，咩冇辦法度。冇法度啦。就盡量做按原諒佢啊。嘿，嗰種嘅一般出去同人拗到嘅樣樣，人講唔錯，誒咪講是。嘿。做唔嚟同人講拗起來啦。錯啦，都係原來啦，因為也係人哋嘅工作嘛，夫婦人權都係人哋嘅基本嘅精神啦。而家冇講道理嘅人當多。有呀，都希望哦，透過個天師哦，向觀眾朋友大家了解啦吼。都講今日透過兩位大哥嘅介紹嘢，都提講哦，其實呢，講跳天嘛，梗係攏唔係講台天人跳工嘅啊，哦，有時喺天災啊，有時係唔係人為嘅情形，大部分都唔係人為啦，啊嘛有人為，將也係都係跳天嘅情形咯，有乜嘅情形係比較特別咧？或者係講人為嘅情形，係咪？我大哥來講一下。咁那個太環境嘅大自然嘅改變啊，大家如講保育咩？像妖婆啦，妖婆嘅，佢出來落，嘅相片嚟嘅妖婆，佢出來落雪啦，落雪咧時間妖婆看到沙哥了，就親歡喜了，就夾到就比起來啊。也都係啦，夾到都比起來，比起來其實安奈落雪呢，就個天頓打起燈了是真好啊，是個風景又真好啊。但是佢冇想到，因為沙哥暗藏。第二下伊就拄到吼，天線啊，甲八點咧，就拄到個斷路的啊，就跳天的啊，就變成沙哥也天死，妖婆也天死啊。亞種都係安尼，做成安尼都跳的。係亞種情形就係安尼，亞種吼，沙哥無腳哦，佢會爬上去個矮子當中也係佢出家爬上去。係佢出家爬上去的哦，唔係妖婆夾上去的哦。梗係要台天嘅人啦，要法都講，人家傻啦，妖婆啊，攏冇啱上去。做咩嘛？冇，古所講嘢，仲咩講？按樣講，古所講咧，發生安尼事情咧，也係係咧天力公司咧構成咧，當中是安尼問題。佢如果人哋咁樣嘅講，喺沙哥冇上去啊，嗌你咩想盡辦法冇。個妖婆叫佢比啊，咧喺佢講，將飛機樣嘅要行道冇可能嘅事情啦。佢啊，對嘛，唔啲人哋講乜嘅，人家講請勿進入，禁止進入嗬，禁止進入，佢嘛講唔實啦嗬。咩？其實我天火頓嗰度要全部攀登啊，佢咩行同爬。唔聽我講到嘅係唔係人為嘅，係人為動物，哦，佢啊就唔啲嘛嗬，因為以後都談天啦。嗱我亦仲唔講，唔聽我要嗱講過。也係乜嘅情形，也嘅相片。也種就講也下當普遍吼，就講像安尼施工地點啦吼，也太路船吼啦，有得吊看板啦吼，佮得安尼施工嘅時間咧，也安尼真好咧。迄講像也安尼愛跨越到安尼個輸電線路架吼，像。計劃一下，莫去跨越嚟嘅。莫像安尼跨過去嘅。安尼跨過去佢也冇動到啊，冇堵到啊。也動是如果唔操作嘅時間咧，因為佢高嘅咧按長吼，嗰佢會轉，佢掉頭會轉來轉去，嗰佢掉東西嘅時間係唔係要塌吼？因為去年來咧，也那個都發生咧幾年咧，一年。安尼咁會跳？總是佢起嚟係無啦向向跳啊。也做唔得跳橋嘛。假使講喺片面唔睇嘅時間，吼，一定要同下就採地啊，嚟服務單位吼來聯絡，大家來計劃咁樣來做係真安全嘅啦，吼。咁拜託大家觀眾朋友吼，要遇到安尼情形片面唔睇嘅時間，就要來同下來聯絡。親好咧，做些以前咧，就親好同下就各梯嘅安尼保險所啦，吼，來聯絡一下，大家咁樣嘅來做吼較安全嘅方式。因為去年來遇到安尼調查事件啦，吼，發生當多了，多意外，也該那上大電嘅時間會咪上到年嘛，係冇？上到年也冇有強炸吼，嘅你嘅一般來講咧，調查場會少啲。哎，規則查會少啲咯。因為佢一天啊，全部當過啊，
啊。哎，佢傳下天落去，因為人呢無接到天，佢啲鐵嚟做保定嘅呢，可能較也有人啦，也有人聽到啦，係輸送嘅啦，沒有嘅比傳天落去可能唔係輸送呢啲，佢少起來，人都少起來，就嗰種當人將人出去看到當呢，就講哦，佢有些唔係人做一下，下擺就嘅一下天就。哎呀，無注意都聽到嘅。哦，像也係就都千擔心嘅，都講長夫都講講，台天來了，我反而就温柔嘅，嘅長夫都誤傳啦。啊，我哋嘅目的就講，因為啊，你長夫供應太工廠嘅，太工廠佢有一天生產了，也就講他個研究一下。喺美國做太工廠，佢做咧本來簽田，本日嚟跟廠商嚟做，也係講，還有乜較好嘅方式來解決問題啦。好，絕對唔可以冒險。也就講嗬，絕對嗬，唔係，也咧我哋出去服務咧，全部免費嘅啦，就麻煩一度觀眾朋友嗬，一通電話，就台天任何單位你打下，假使嗰個單位咧可能揾到嘅。潘女權嘅人佢冇了解咧，麻煩在喺邊轉一下嗬，要就講我哋服務中心啦，嗰度問講啲人嚟保險單位嘅電話嘅落好嗬，全部我哋採體嘅全部都會直接到現場，也係講人哋說明，也係講他咁樣去協調啦。樣辦避免嘅意外事故嘅發生啦。對講，做以前呢，先通知嘅台天公司，台天人員來到現場來服務，乜唔事前冇輸錢啦，避免掉不必要嘅會發生嘅事情。嚇，呢啲時間哦，都唔可以講粗聲講，像台灣副大哥講，哎呦，咁樣意外事故發生嘅時間，一間公司可能冇拉牌，可能都安尼倒睇得錢嘅。哦，因為呢，台灣都講到嗬，也係都係蠻講哦。兩位大哥30-40年嘅經驗，要當到傳承咧，日嘅過程喺當代都係喺樣辦轉變嗬。台天公司都日下有乜嘅服務呢？等下休息以後，再過嚟講。供天線路確實一個重體力嘅工作，佢係一天有一天嘅技術，嚇有一天嘅膽識啦，嚇。當到呢，像也當到後生人來呢，來到嘅時節佢都攬到多呢，伊個都攬得黑黑嚟啊。也講對一般員工團成團動洋葱，將來啊講下冇談到，伊都提講裝名天來就動槍啦，落炸帶水做些哦，講到會死。歡迎到咗嚟暗陽風化嘅現場哦，聽下同兩位大哥講當到嗬。其實兩位大哥都講咧，希望大家嗬對個天嗬用天嘅情形哦，基本嘅知識同個常識嗬有啦嗬。安尼咧將多啲了解同台天之間嗬，台天來提供服務，使用台天嘅天，用起來嘛會安心安全。大家呢都提講，呀天有樣帶來當到便利嗬。其實兩位大哥攏嘅工作30-40年，尤其係湯大哥40年，40年來也台天嘅送天供天嘅方式，攏當到嘅轉變，個轉變嘅過程都係樣辦。一般講起來吼，早期嘅鐵塔比較少啦，每數輪都放喺度，都人家愛嘅人。嗰樣時嘅北上吼，對一天吼。氣候動態，因為外頭做乜嘅時候，可以講叫做動反應，唔可以講安尼存在安尼反抗嘅心理啊。外頭做乜嘅事情做起來較順利啦。都要麼簽落，用啲樣態，都你要天天過，簽過，又較複雜。現在啲東西工具嘅又少，較強過，有啲東西呢又重又多。講起來。現在全部用人力，也全部用機械嘅，就完全冇用。機器做同人力做都冇共樣啊！都冇共樣啊，差千多啦。現在你下都用人力咯，全部藝術做起，冇乜咁怪術，乜咁都冇也冇，全部調查怪術，差千多。唔過講起來簡單，寫道吼，人冇到，也寫道人較少。就講起就變咗講，
动作细啦，人较少啊。哦，细越来越多，嘿啦人越来越少，个人数越来越少啦。是啦，不过吼，应该就要处理种，为拍书的啦，先拿看法咯。一般民众对外都较无按了解啦。头摆嗰种歌场咧，就讲佢一方面沙飞嘅用电量无限大，吼，也下用电量来讲咧，虽然太高诶，时散咧，你像一般像也讲做太楼，就人家就讲做太楼就是用电轻多嘅地方啊。但是你那用电，佢讲变电所冇啥都有，哦，变电所冇啥都有情况会变样，变硬就陷入一长嘅时间。那就讲咧损失就会越大啊，哦，嗰种负担的嗰种负荷啊，就会越大啊，嗰种还咧像系啊专家学者民众嗰度咧，哦，多嚟支持也更加建设啦，因为一种东西呢，必须讲，用到将未来要做一种设施。哦，像有人喺度咩看得到從到畫面啦，看得到現代抗議個BNP 實到眼門係向，跟住佢講，因為而家嘅天氣呢。有時要用到咁多，我就經過評估、經過計算以後呢，等我實現嘅東西啊。哦，係呢，就唔係單位嘅附近嚟用，就同葵泰路同樣啊。唔葵泰路，他講咩？爭要路我行啊，冇葵泰路要行咧，嗬。一種東西就係咁咧。佢假如講真係唔開啊，人客嘅多嘅時節，煮飯車都煮較多嘛，好煮較多，然之後啊嘛。我個就較多了，強樣係，即係人家咧，人家咧人口多了，用電量大，用電量強咧，相對嘅設施一定要上啦，無嗱你講樣無用啊。所以講，也都講規則沙飛嘅個民眾按樣講，嗰種安尼嘅心理啊，就講比個人嗰種心理較重吼。但是一種有好有壞啦，但是對國家嘅建設來講，應該是遲早就行倒退啦。富太公講到解吼，解錢啊都會搶滿吼，因為也就講台電公司愛設立解天塔嘅時間咯，攏要評估過，因為也民眾哦最煩惱係講個天磁波啊吼，對人身體係咪都帶會影響啊？啊個天塔來離外安尼20公尺、50公尺，都帶係唔係個天波會影響到身體嘅健康？台電公司樣辦做一個評估嘅過程。一種是安尼啦，嗰種當專業啦吼。但是如果以外啊，就像係從事sản xuất人員來講，唔係講電池廠吼，電池廠來講，唔像係就幾乎你就同佢哋接觸啊，啊嗌嚟宿舍長戶都自己變天所，就一圖上隔咧，你都嗌嚟宿舍。係啊。嗰個長戶像嗌就老前批呢，像也嗰度退休人員呢，食到80、90歲嗰度長戶咩行無偏無通嘅，你太多數啊。嗰個講一種東西呢，就講也留本學者呢去研究啦，吼，喺第一篇講啦，個呢就。因為唔想講解富太公啦、長太公攏。當客氣嘅人啊，佢喺上講，佢專業都強天，唔過呢，佢身嘛相信科學家啊，同佢啊條嗬專業嘅專家來調查，台天嘛要請專家來調查以後，因為講也唔會影響到啦嗬，啊都帶係樣辦嗰種嘅政策嘅部分嗬，係喺愛來專家來處理。唔過嗬，其實我係想講，兩啥嗬做30-40年，一下嗬後生人同人嘅想法係無共樣哦。啊，後生人吼，也就該接受嘅時間吼，我要感覺講要傳承喎。我團體嚟講，我要當到嘅工作態度啦，或者嘅傳承嘅問題啊，我要傳承嘅情形喎。一種東西嚟啦，強天線路確實一個重體力嘅工作，佢係一天有一天嘅技術，嚇有一天嘅膽識啦，嚇。啊，當到呢，像也當到後生人來到嘅時間，佢就。南多頓咧，伊個就南得黑黑咧啊，都唔敢表出咧。有問講，迄南得唔免表黑啊？南得見準唔免表啊！這就個一身汗就搭流啊！嗰個一種東西，就講是在某一現場 TV 嘅人就講，哎呀，種東西都咁簡單嘅。其實一般來講，像喺現場嘅訓練咧，一下就將因為之前咧，沙飛嘅轉變咧，有一段時間咧。台電無線人員要10個年嘅時間就入較少，嗰個一些老前批嘅嗰種
技术呢，渐渐失传脱咧。错，哦，个当外啊头呢，当然啊头还有留落去咧啦，因为做嘛留落去呢？因为如讲头摆全人工化，也合机器化，一些要结合，哦，结合的时间呢，就讲机器的东西。机器硬哦，人咱要去操作。故说头摆落铅笔搞下来嘅拖呢，不见得做在啲机器化当下来操作。哦，故说讲也下新一辈台呢，哦，就讲同下头也下头都讲做中生代嘛，哦，或者新生代。也新生代而家仲全部提当查，哦，全部嘅安尼嘅头摆下头迄個開100件啊，也來啊評估伊啦，開冇50件。哎呦，呀，富泰國迄甘肅迄安尼吼，常來講，要退休嘅人敢講咧，也應用辦怎好呢？也講對於辦員工傳承傳統嚴重。係。將來吼，講較無通頭，伊都提講狀名天皇就去動槍啦。設計做勢吼，迄條落沙帶水做勢吼，強到要死。一方面甲安全，較毋佇腳，較毋佇強。智能講做下勢有機器。一步步搞，一步步搞。嘛做唔成個，一下子就搞到多，因為佢無法度一下接觸完到伊。所以有機器看乜個工作，針對一個工作，教伊講也仲需要注意乜個，哦，哪一條有可能會發生乜個危險，能讓佢注意，一步步搞。錯。也都會講有樣時代嘅轉變吼，毋過吼，其實兩個泰國嘅條嘅考慮嘅問題也係有樣啦吼。其實呢也係後生人對工作嘅時間吼，要注意自家安全以外，嘛要拿出嘅熱心吼來面對，因為吼台電公司都係服務人群嘛嚇，雖然講有數嘅天費啦，毋過也係提供服務嘅單位嘛。提供服務嘅時間，自家呢除了要保持自家嘅身體嘅安全健康以外，另外都會提供完全嘅服務嘅精神要提供出來。呢兩個老前輩呢，當講有樣嘅後生人越來越好吼，也都會記到要擔心嘅問題。當然，提供服務民眾大家使用天嘅便利呢，嘛係非常嘅重要。嚟感謝講，台電公司有樣提供嘅天本人來使用，平常時假使那拄到講風采天以後啦，或者係太天空以後，挑天嘅時間嘛冇見怪台電啦哦。談到兩個欣賞以後，都大家都知講，有樣台電工作人員也非常嘅辛苦。今日非常感謝吼，兩位大哥來到現場，同大家嚟介紹，讓當地人嚟了解講台電公司提供嘅供天。有樣係當辛苦嘅當無限嘅，大家互相來天數互相來體諒，安尼吼應該用天來越來越便利，越來越好。好，感謝兩位大哥，好，感謝，謝謝，感謝市場啦，好，謝謝。有乜嘅需要天地公司嚟請天發聯絡，好，冇問題，服務嘅天啲。打電話有乜嘅問題，見打電話本嘅台電公司嗬，台電公司都會服務來，安尼咁做啦嗬，唔好講即家去傾通到，萬一咯造成嘅意外事故嗬，排都排唔起咯。好，感謝各位收看今日暗陽方法，感謝兩位大哥，謝謝，謝謝，來，坐定，飲茶。